兄弟姊妹，熬早，熬早，会寒无？啊，会寒吼，来，手伸出来来，来第10个，好无？来第10个，有较袂冷无？你知影即个天气上寒的动物是啥无？鸭咪啊，鸭咪啊，透早拢安怎？寒，来，我一句讲无啥会寒，无啥会寒，嘿，无啥会寒对无？无穿衫会寒嘛对无？吼，像即款天气悠远，我嘛是拢脱光光洗身躯，是无啦？对无？吼，好来，定定安怎较袂寒无？有吼，好来，咱备办心吼，来礼拜哦吼，来，咱来吟会前的诗，圣诗363首，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
妖花行奇妙的代志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灵敏，伊赐美娘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，将列邦的土地赏赐互因。咱来吟圣诗第201首救主疼痛的声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咱犹原徛伫，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节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。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搁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听者。咱要来交托经文，经文第35，圣诗后壁边经文第35，以赛亚55。听这若早圣诗的人来献经文第35，我来刻，咱兄这来印。既若恁喙焦的，就来就滚水。来啊，毋免银，毋免价钱。恁啥事开会钱？
买迄个未食得的面。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面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。归向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，毋是恁的念头。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你的路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过倒转。予夜整的有种子。我的嘴所讲出的话，也要安尼，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。清白发生来替草刺。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。同心额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爸上帝，愿阿老至圣至尊至大三一上帝。主啊，你的丰盛、智慧、财物偌尔啊深，你的判断学得推测，你的道路学得找着。阮什么人会知主的旨意啊？什么人会当替你出主意啊？万物拢出伫你，我靠你，归伫你，愿你得到荣光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伫新春万物拢换新的时阵，求主也换阮心志。伫新的一冬，互阮明白，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做好的，阮则常照主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阮立志，阮要将家己的身躯献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你所欢喜的。是合宜的，阁无甲世俗共款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喙拢宣言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爸上帝。愿新的一冬，阮众兄弟姊妹受恩的儿女，有新的活命，有新的愿望。灵性的忠正，对阮的人生有新的眼光。阮安尼祈祷，找求上主的旨意，心志头前来行，通行的道路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，阿免。
正歌队要带领咱兄弟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是即时伫主面前。咱来恭守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来读。启示录2章第1节到第5节。你着写批，互以弗所的教会的天使讲，正像他7粒星。伫7支金灯台的中间伫行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所做，你安怎伫劳苦甲吞忍？我知你袂容忍歹人，你嘛捌考验遐个自称是使徒，其实毋是个人，看出因是白贼的。你有吞忍，捌为着我的名忍受艰苦，拢无野善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已经放下你当初的疼心，所以就会记得你对倒位对落，就悔改。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，若无，我会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原位刷开。现在，我心恳心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因讲，提醒我的主，
讲道，本堂陈牧师今仔日讲道题目是恢复起初的疼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即马大家平安。天气虽然非常的寒冷，咱有平地已经无到10度，对咱来讲，这个天气是真严苛的考验。求上帝想帮助咱，今仔日咱看到透早日头，这日头带来烧热，互咱的心检测得到火热的心。有一句话叫做莫忘初衷。我想这句话有人讲过，就是毋通袂记得迄个起头，迄个心。今日咱的主题是恢复迄个起初的疼，特别咱来思考到底什么种是起初的疼。我去探访的是一个姊妹问我讲：你信主偌久？我讲我第5代基督徒。她说她好羡慕，我好羡慕你们家。不用羡慕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代基督徒。有阿妹无？迄个第一代基督徒就是要提醒咱，迄个起初的疼。信仰无法度得到遗传啊！我无法度对我的阿祖来遗传着信仰，甚至我嘛捌看过我阿祖的面，只有看过阿祖的相片。所以这个信仰是对于咱。每一个人，你信主，迄个时刻经验着上帝，经验着耶稣。拄仔咱念的圣诗救主听痛的声，所以主叫咱进前，我着听他命令。所以部队叫你前进，你敢后退？耶稣叫咱进前，我着听他命令。这条诗歌，咱定定咧唱，对这条诗歌来帮助咱，同心来祈祷。主，你叫阮警醒，阮着爱祈祷无停，正做守望的人，为着教会来守望，用祈祷来天条所有教会的事工甲工作。求上帝，你想帮助阮，阮常常记得你的疼，对起头到落尾。主，你是阿法甲欧米伽，主你是起头甲落尾，最后阮来面对阮所有伫世间，阮的一生，你会用你的主来听阮，相信阮来面对主你最后的审判。愿上帝使用帮助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教会存在是要来拯救灵魂，来引带人信主。来完成耶稣交代的大使命。咱圣经有2项，甲咱启示甲帮助，就是耶稣的大诫命，甲耶稣的大使命，就是大诫命跟大使命。这大使命就是教会爱去完成的任务。所以教会若无行伫完成传福音的任务这条路，拢离开迄个起初主所交托的，为教会经营幼稚园，其实经营幼稚园是要帮助在地细囝的教育。30年前、20-30年前，教会真侪拢有幼稚园，毋若是长老教会，其他教派的教会嘛是有咧经营托儿所，也是幼稚园。但是后来，这幼稚园经营哪大，经营哪好，哇！囡仔哪来要来你教会读这幼稚园？哇！这名额遮尔少，佫爱透过关说，透过人去讲来读你的幼稚园。所以教会幼稚园哪来哪大，煞教会变做幼稚园附设的，教会变幼稚园附设的。有真实的故事，真实发生伫咱台湾这个土地教会，所以人拢讲我要去迄间幼稚园，毋是要去迄间教会。所以幼稚园的招牌看板遮尔大，教会看板就变遮尔细。牧师，迄个牧师去就开始改换。教会存在就是爱恢复迄个起初上帝听。所以教会若有经营其他的事业，
经营其他的机构，拢啊搁倒来思考启示录所甲咱讲的，毋通袂记得迄个起初的疼。所以台北有一间教会足出名，伊的安养院足出名，但是想看觅啊，若无伫起初的疼内面，遮个机构拢失去迄个基督教的精神。抢救灵魂的宣教师，中南北拢有代表的人物。其实还佫有3位医生啦，即3位医生嘛是值得咱来肯定。马街当然伊毋是医生，但是伊共挽喙齿，挽几若万粒，挽2万外粒的喙齿。总是你想看觅啊，马街是挽喙齿是附属的，是附带的，毋是伊最主要的。伊最主要的工作是要传福音。但是即马马街医院煞比宣教的时间佫较得到一般人的认捌，所以咱的长老教会爱佫倒来思考，爱反省。每敢有可能人拢毋知影，咱较知影咱台话、咱台笔。每敢有宣教师是甲咱台位医生做伙伫中部开拓医疗传福音的时间。了后，才有即个中华基督教医院。当时咱中华基督教医院应该是爱佫倒转来到耶稣基督兄的精神，上帝救赎世间人即个主轴啦，即个核心中心的价值才对。巴克勒宣教师待伫台湾即个土地，若无意外啦，我即个礼拜六，我若行程会使，我会去到台南的公墓。我若搁有时间，我入去山头，搁甲看巴克勒的墓，待伫台南市的公墓。虽然想看觅啊，即3个宣教师因付出青春性命的代价，是要抢救灵魂，用传福音成做因的起头呼召，来到台湾即个土地，因的使命，因拢有完成因的使命。其中2位待伫台湾即个土地，东港中澳的后门边仔有一个墓园，就有马街的墓，甲伊的家后的墓，甚至伊的后代做宣教师、做传教者。咱想看觅啊，每敢有宣教师一句话讲：上帝盼见囝伫台中部、台中、甲中华即个所在咧传福音。哇！你也看迄当时的相片，迄当时你看做侪烫只骹、递过礼啊，做事人，看到一个阿督伫遐讲：上帝盼见囝，就来听即位阿督讲福音。即阿督拢去对传福音庙口，所以伊的教会，若毋是每敢无开拓的教会离庙拢袂真远。宝岛就是其中一间啊，差不多100外公尺，就是宝岛的妈祖庙。田中嘛是伊开拓的，田中教会嘛是离庙无真远。佫有一个特别的性质，教会拢伫个市仔内底，也是市仔边，但是后来发展了后，这教会变成市仔的内底。田中嘛是，宝岛嘛是，叫上帝使用帮助咱。这每敢有牧师伫咱台中传福音，你敢捌听过？你第一届听过每敢有牧师的有无？有人无？哇，有人举手，你真老实。我甲你讲，这位宣教师是对咱中部的贡献，袂输咱台湾的医生啊。咱台湾医生是伫咧医疗，但是伊咧传福音的顶面是每敢有牧师。这是咱台湾起初近代啦，近代咧传福音、医疗甲传道，医疗甲传道。孟加国医生开拓医疗的时，是你爱先听道理，听了才来后壁开药单看医生。
毋是药开开才来听道理。迄当时是有安尼附带一个讲啊，你要来看医生，你对无拄好，无爽快，来看医生，来看医生先听道理，先做一个礼拜。当然一开始无几工啦，差不多几十工就才汉医这度这医馆西方的医馆，全放火甲伊烧个牵石头，不得不撤退撤退到伫其后伊登陆的所在。各位兄姊妹，愿上帝使用帮助咱，互咱信主的时，咱无一定爱讲你是第几代基督徒，咱会记得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。有一条歌叫做头一次的爱，基督师祖里面的当头一次遇见了你，当头一次遇见主啊，我的心充满欢喜。所以这起初听，咱是这条歌咧讲，当头一次遇见耶稣基督，当头一届听到福音，拄到上帝，这才是咱信仰真正，咱爱倒转来到伫咱起初拄到耶稣，去拄到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设立，咱有想看卖啊？咱的教会这起初设立的时，有人讲咱是对柳园教会分析出来。伫1957年，开始要背教运动的时，每一个乡镇拢爱设教会，开始设教会。所以咱设教会了后，咱今年几年？68，哇，嘛小可有年岁啊呢。有个人对着开拓到今啊，感谢主。但是咱去想看卖啊，咱有倒转去到伫遮设立独行教会，迄个起初的听无？有一间韩国的长老教会叫做三一长老教会，这间教会甲咱设立的年差不多。教会40年前嘛，咱80外人啊，若定啦，算无介侪人。但是教会开始做传福音的事工，开始这少年人去传福音，上帝加添因灵验，加添因人数，无因为你付出怎减少，下面后壁加添你侪的运费，因为你出去帮助人，帮助教会，因为你出去到日本传福音，你来台湾传福音，无因为安尼来减少对这间教会的束缚较疼痛。所以对这间教会，互我认捌到今已经10几年，因为着福音，伫去年已经做30年啊，来台湾寒假暑假来底选做30年，30年中间无中断，除非 SARS 迄年，除非 COVID-19 迄几年，因为即种的情势无法度去以外，逐年寒假暑假，因的兄弟姊妹来到台湾传福音，所以即间教会设立，因找到迄个上帝互因起初的使命，就是差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所在。但是最大的帮助，其实是去传福音的人。这个人去传福音，因回来会得到是比去的教会得到搁较济。这是我观察足久的。你来阮教会传福音，我就得足济，毋是，是来遮传福音的兄弟姊妹，因体会到宣教师袂晓讲台湾话，迄种出去用迄种毋知影要安怎讲的台湾话去传福音，甚至拢写注音看因写注音写有够济。你听过耶稣吗？还拢写注音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要来我们教会吗？是安尼去招人，去招人。所以上帝加添即间教会侪少年人。我嘛捌对因去，迄毋是旅行团啊，
迄是团宣团啊，要出发之前，大家围起来做伙祈祷。你看遐行李是才100外个咱台湾的教会人去参加因的团宣，迄地图一间一间拢教会啊。啊，你想讲啊，韩国毋免传福音无？因是为着遐个70%还未得救的人，搁咧努力。啊，庄脚所在信主的人差不多10%啦，有当个比这搁较低啦。啊，你上爱去的济州岛，迄福音嘛，差不多10%左右尔，到8%、9%。所以因为着遐搁有70-80%的人咧努力，啊，来讲台湾，恁青年要来无？做伙去，我着讲啊好啦。几年前我着爱吼，安尼带因去啊，哎做团录音要做抢救的灵魂，先锋部队、后勤、补给都要做到，拢爱做较到。即间教会就是做啊，因找到因的目标，就是去抢救灵魂。啊后壁这老人、这的长辈，因虽然无伫第一线，但是因会当做啥？煮饭互这的少年人食，互因会当一堆一堆去到庄脚的所在，看到遐的阿公阿嬷，就甲伊讲福音。虽然伊无法度马上决志信耶稣，就是逐年去拄着即个阿公阿嬷，甲伊讲福音，互伊心内相信。虽然喙也无法度承认，但是这个工作是圣神的工作，哦，是圣神的工作。甚至安那大人去搁带囡仔去，你看迄爱伫遮的。这叫做宗教教育啦，宗教教育啦，连囡仔拢甲你带去。顶礼拜四啊，去教会看到教会囡仔伫台仔顶表演，哦，然后佮甲台湾的囡仔做伙唱诗歌，然后甲因讲耶稣疼你。这敢毋是就是起初的疼吗？你看这个人。全家带去，所以这信仰会传承、会落实啊。这后一代伊才有找到迄个起初的疼，敢毋是？或者囡仔去到遐啊，10多年前，甲阮接触的队员吼，因的囡仔拢读大学啊，读高中啊。我今仔日听若会使，我爱去高雄送礼物，感谢因10几年前。来到我的教会，啊帮助我，啊感谢因啦，吼，感谢因安尼囡仔读甲大好啊，搁来高雄的教会啊做传福音的工作，所以因的囡仔无离开教会，因的囡仔伫即个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，去领受到上帝安怎伫伊的生命对来到国外，毋是要游览观光，毋是要佚佗。是要去看到街路的人，甲伊讲：你听过耶稣吗？啊，你听过耶稣吗？我有一届真正叫做路人哦，来互伊试看卖啊。我第一届就是安尼，结果迄个队员讲：哇，好高兴你要去教会。结果来到教会讲：牧师，我甲牧师是朋友。哦，愿上帝使用帮助咱，为何福音餐厅无够济，想大家靠咱。毋是为着我食无够紧的哦，咱的爱餐是要食粗饱，要食一个安尼小可饱就好。咱的爱餐毋是要互你食甲佫会当外带啦。这确是爱餐真正起初疼的源头，敢毋是？所以咱为着爱餐伫遐咧超袂病的时阵，咱咧教会着爱唤醒时刻。所以今仔日愿上帝帮助咱。约翰写批互即7间教会，你甲伊有诶有责备，有诶有恶乐，责备着讲啊，这教会咧做了有一寡所在需要调整，需要重新反省。当然做好，约翰嘛甲因肯定，所以看到我知你所做，你怎样得劳苦甲吞忍，表示一佛所教会为着这个事。吞忍、忍受，这个人是爱交钱去传福音的。你叫伊坐涂骹，啊，这人毋着讲变面。我有交钱呢，毋是，是因为餐厅无够济，
就一个厝咧吼，你着一组一组，恁着吼较忍受的，吼几顿尔，无几顿，你较忍受的。为着福音，着爱上山，上较庄脚所在。阮去到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在，拄着一个阿嬷伫遐咧种土豆，我毋知伊种啥，着伫遐掘来掘去安尼。吼，阿嬷，你有听过耶稣无？吼，着甲伊讲耶稣。吼，去到天边，去到海边，吼，去到山内面，深山内。最后为着福音，安尼做，准备好的礼物去共传福音。咱毋是该同人甲你讲的，伊若无爱相信，佮送伊礼物呢？伊拢无爱相信，来礼物先送。哦，但这礼物就是精致的礼物啦。哦，来讲耶稣信耶稣是真正好，这拢无信耶稣。所以保罗相信讲，我只传耶稣的福音，愿主帮助咱，愿主帮助咱。如果咱若是拢收掉伫遮安尼吼，咱的教会。若是拢内聚较侪，外展较少，安尼求上帝嘛帮助咱的教会，佫会当将福音、将这个使命传到后一代，安尼嘛好。所以启示录这间教会拄伫土耳其的内面，拄好是较东边的较西边的所在。有所教会，和俄勒的优点就是信徒有上帝维护的根基啊，因怎样分别？这是真的先知。这是假的先知。这启示录是对未来的事，上帝透过约翰来甲约翰讲，这预言，这预言的话来帮助教会。所以使徒12个使徒只有约翰，上帝特别伫伊生命的计划，互伊活甲总数，其他足侪拢是为着主顺道。必定嘛顺道顺教，所以约翰年老的时，伫即个小小的巴摩岛即个岛上，伊甲上主有好的相通。伫即个岛上，上帝透过年老的约翰，甲伊启示，互伊写互亚细亚7间教会的启示。这7间教会启示内面有接比有俄勒，以弗所是第一间的，以弗所是约翰第一写的。保罗伫即个以弗所嘛停3年久的所在，伊甲阿基列、巴基列、甲阿波罗、提摩太，因遮的人嘛拢伫以弗所即间教会短牧养过，也是短伫遐牧会过。这使徒行传19章、18章到21节拢有记载着。所以即间教会是伫信仰的下面有好的根基甲基础。以弗所教会毋是咱所想象，就一个土地，像咱独行安尼，独行教会安尼，有一块土地，佫有一间教会，毋是。初代教会是迄个家庭，迄个家庭，迄个家庭，迄个家庭轮流聚会，一家庭是小组的教会，因是安尼形式，所以有轮流。今日来阮兜聚会，结果连讲去因兜聚会，是每一个家庭即种形态的形式咧聚会。毋是讲好有一块土地一间教会，毋是。小组的教会毋是21世纪才有啦，初代教会拢是即种小小形态伫家庭的咧聚会教会。所以以弗所教会互约翰甲伊学了，伫属灵顶面有分别的能力，因为知影讲什么是会当讲上帝话的人，什么是假的先知，因为初代教会。自称是先知的人嘛足侪，自称伊捌道理的人嘛足侪，甚至佫有诺斯底主义即种，毋是传真正真理的即种的物件，伫初代教会咧影响着教会，甚至佫有讲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影尔，叫做幻影说，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影，伊毋是真正的人，这咧影响着教会。到即个时阵，咱嘛知影讲教会抑佫足侪异端，通常异端拢是对教会出去，然后开始传毋是真理，甚至传无实物家的真理，甚至传真奇怪。求上帝帮助咱。你也知影，咱也知影讲耶和华见证人会、耶和华见证人会甲摩门教，这两个无属伫咱正统的教会内面，甚至三达基教会。离咱无介远嘛，
迄根本都毋是教会。咱会晓分别，但是你看以弗所教会，有写着讲伊有即个分别的能力。第三就是伊有行动力的教会，亲像我拄仔所甲咱讲的啊，即间韩国三面长的教会，做30年的宣告，去宣告毋是空空的，所有的物件拢因来准备，啊，佫有队长爱领导，所以这队长领导这个队员，佫爱配一个牧师，配一个传教者去，迄是咧思考足久的。虽然去到遐甲6工那边，因明仔载就爱返去韩国，啊，佫带囡仔，啊，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嘛摇把叉咧，这个囡仔拢甲正常，拢足正常的，因毋是特别啦，因无较特别啦，拢足正常的人。迄囡仔嘛摇把叉咧，啊，妈妈就爱去买伊买物件，甲伊安搭。哦，愿上帝啊帮助咱，一间要有学习的教会，爱对教育训练爱有观念，嘛要有热情，爱动员，爱组织，甚至爱奉献，最后就是有迄个行动。啊，你讲一个妈妈带3个囡仔，因兜毋足好个啊？哦，因兜足有钱诶，一张机票万外箍，因兜4个人来，毋知爱开4、5百，啊，即个月诶薪水趁诶拢无够开，无啊。后来我了解讲，我了解是讲，因诶小组有人想要来，啊，无法度来，无法度请假，啊，无法度请假，伊讲不要紧，因囡仔即个钱吼，我甲你奉献。万外箍甲你放的，啊，佫无够要安怎？啊，迄个3000，迄个2000，迄个500、300，轻轻的。哦，啊，阮佫家己出万外箍，啊，4个囡仔一个家庭就法度来。你看到即间教会，啊，你看到即个家庭来，后壁是有足侪人替因奉献，了后替因祈祷，爱替因祈祷。伫礼拜中间替因祈祷，因为因是希望车派出去。所以我看到这来讲啥，因的组织动员，这是背后咱看袂到的所在。起初的听，主嘛有责备的心，就是这间教会离开了这个起初的听，所以这个时间点已经离开了，所以上介好，伫品质上介好的听，那亲像这个上好啦吼，就是讲。起初吼，时间是指时间上，即个上界起头的听，甲品质上好的听，意思就是讲上好甲上好可以画上等号。啊，即个上好共款的字出现伫对，龙珠回头的故事咱捌听过。即个龙珠的老爸叫仆人去摕上好的衫，互即个囡仔穿。即个囡仔伊失去，即个了尾囡仔，甲伊败了伊的遮，互伊的遮的钱。伊转来了后，老爸讲去甲上好的衫摕来，这上好就是即个起初。所以有所教会虽然有遮尔侪通得到上主得到主的娱乐，有遮侪优点，但是却无法度弥补即个第5节所讲的即个缺点。即个缺点就是严重失去主的听。当有侪侪教会，你看因是毋是有伫起初的听？起初的听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真做会晓付出，毋是敢若要得到爱付出。对爱餐，我听过一个牧师讲，要知影即间教会心中有力无？爱看祈祷。但是若要知影即间教会有听看爱餐就知影。你听意思无？会当替别人想，会当替别人留遮个足侪当工食无着，互替因爱想着别人的需要。有一间教会有咖啡入来就拢有咖啡通啉。即为什么有咖啡通啉？即马世界的趋势啦，啉咖啡的人是哪济，啉茶人哪少，包括中国所以不管咱是爱啉咖啡也啉茶也好，只要来到教会，迄咖啡有啥物就互你，
迄是一种温暖，互你来到即间教会有温暖。迄是互你起初就是讲，即要说这加比的意思就是讲，你来到教会有一个温暖，有一个物件甲你交代，这就是这起初嘛。说这加比，加比管的意思的意义伫遮嘛。这意义若是失去咧，若一直咧趁钱咧，就失去啊嘛。咱结婚有人10年、20年无？结婚10年的人，你敢会互相牵手伫路顶行？那个是初恋的时候啊，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你若是会记得，你着甲牵手，亲像你初恋的时安尼。愿上帝帮助咱的为主做工是出于责任感、甲使命感，这动机拢非常的重要。为主做工，若毋是出于听主，这价值就拍折去啊！这个价值就拍折。所以主咱要恢复这起初的这疼，主有责备的心，责备有所教诲。咱对失去爱个定心到恢复，所以各位兄姊妹，咱的教会有失去啥无？咱是毋是该定心来恢复？有所教会回应耶稣基督的疼，就是伊伫苦痛苦中间因忍受，咱要如何来忍受？咱有活出祝福咱的使命无？咱有为着真理去努力无？这启示录第2章5节讲。所以会记得你对打落对了着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工作。若无，我要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原位来刷开。我要对原位来刷开，意思是啥？伊无要搁互你伫原来的所在，伊无要互你伫原来的所在。咱知影讲，即摆的企业咧合并啊，有的企业已经无伊啊。有诶学校咧合并啊，有人讲以后教会有可能会合并，你知影？你教会若无去继续努力，你就用假，你知无？你会用假去，你知无？最近日本2间车厂要合并，一间车厂讲我不愿，我无要愿意做你的副公司啊，我无要做你的子公司啊。我毋是你的副厂啊，所以就无爱甲人合并啊。所以迄价值若失去，就是你用借去，就是你已经失去。所以就会记得你对打落对了着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。若无，我要去你遐将你的灯台对原位来刷开。这位牧师讲了，我嘛是心真寒冷啊！有一天教会用借去安怎？这个代志是伫国外已经咧发生，早就已经发生。咱来有所警醒，互咱的笃信教会，互咱的长老教会传承落去。但是爱恢复迄个起初、迄个起头的疼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疼痛的主，你真做阮的救赎，真做阮的帮助。主，你怎样将你的独生圣囝赏赐互阮？伫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伊传导你，互人来认捌主你的疼。阮袂记得，我毋通袂记得起初的疼，嘛毋通袂记得笃信教会设立的时，主你怎样疼阮？阮的教会伫遮设立，一直兴旺，一直长大，随着朝代变换。随着每一位兄姊妹，因会伫遮来信主，甚至规家伙信主，互信仰传到现此时，阮已经有几6代遮的少年家，遮的小朋友，因伫咧教会有缘起调着信仰，这才是阮所爱努力的所在，互阮的囝儿实实，互阮的教会成做即个所在的亮光。阮的囝儿实实，因阁继续将信仰传承落，甚至原来
活出助力福愿所交托福愿的使命甲疼痛，互阮诚做光，诚做盐。互阮的教会伫遮嘛做光做盐，来荣光上帝你的名。祈祷感谢阿老主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第338首。愿我话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请咱起立。愿我话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跪落基督谦卑，求你赐福。我心困求无你，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话哪听你，早我去掉世间，安乐着伊，但愿当逐项专心找你，虔诚祈祷无你，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话哪听你，世间虽有艰苦，有问烦恼，义人有主通靠，欢喜学乐。我嘴吟诗无停，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话哪听你，随梦开力碎了，吟诗细声。我心犹原勇敢，对你来行。别切祈祷无你，哪句话哪听你话我听你，愿我听你。听者，即个要来奉献，然后头一届来教会无明白奉献的意义的，请咱毋免奉献。
我来通知甲报告。未报告的大生，咱来读摆一遍咱本周的金句吼，我读一遍，咱接续搁来读一遍吼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已经放弃你当初的疼心。启示录2章40来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已经放弃你当初的疼心。启示录2章第4节，这是本周的金句。咱来看周报的内面页第3页，本周的事项表。请咱有事项的同工来致意。即个月的当地一任主座长老甲受主执事。过来，本会消息，咱礼拜煞有爱餐，社青团契的准备。特别注意即个炊卵，炊卵是迄领天长落去卡，落去拉的啦吼，好食无？看卖吼，等下咱落去楼骹享受吼。来，第2点，等下12点半13楼会议室要召开定期的中酒会，接续有小会，请咱小会员注意。来，即礼拜拜3的祈祷会是为着温柔小组甲德行小组来代祷。咱教会定伫2月23要召开定期的会员贺会，请各部组团契首长将这个资料交伫干事遐。过来第5点是咱这期的奖学金申请到2月23，请咱这个学生朋友吼爱记哩申请。过来3月30要举行圣礼典，要洗礼。有要上课3届，伫3月初2、3月初9，甲3月16，要即个佮3月23要运动会吼。咱全教会4年读经的计划进度来甲民数记，请咱注意。具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吼，咱前总务干事严美良兄弟伫1月29望主温店。定伫2月11上午9点半，要伫东海殡仪馆要举行纪念甲告别礼拜。煞尾有火化礼拜。要迄个坐福音车的，请咱去登记吼，届满为止。第2点恭喜咱宣会姐妹吼，陈木生长老夫妇，因的长女吼伫2月初2，伫即个有举行即个毕业音乐会吼，愿主祝福。咱继续为着即个病痛的兄弟来祈祷吼。来关怀协会消息，咱3月初1开始，拜六的下晡2点半到4点半，有开班吼，开一个英语的体验班吼。邀请即个英国大学历史系的威尔斯人吼，就是担任讲师啦。费用1200块。这就是第1节是即个囡仔，第2节是大人吼。男咧上课安尼吼，欢迎有兴趣的兄弟甲罗伊执事来报名吼。过来注意今仔日有甲迄个天使罗曼采收吼，等下用去买。牧师拜四去田中教会去参观即个田中教会，爱苗为田中吼买一寡菜材吼。今仔日嘛要甲迄个菜栽吼，伫迄个咱的迄个鱼菜共生的农场来栽种吼。其他的团契的消息吼，咱就注意来迄落。等下咱要来举行庆生甲即个遗体代祷吼，拢由牧师来带领。即个迄个。周报的后壁面吼，第6页甲第7页有奉献的明细吼，请咱来注意吼，若有错误，甲向财务部来反映。咱请2月份的寿星吼，咱请起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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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
这时阵，咱做伙三甲来代祷，咱伫集体代祷的中间嘛，来为2月份生日的人来替因祝福。向来主，感谢你，互2月份这兄弟姊妹，因伫教会来领受着教会互因担保的礼物，真做因的祝福甲祝福。我上帝，你是阮帮助2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。互因年岁哪加添，得着人，得着主你的疼，嘛哪加添。赏赐因智慧，伫因的工作，也是退休的生活，伫因的学业，伫因的课业，伫因的家庭的生活，拢有主你的疼痛甲恩惠帮助因。互因拄着试炼，拄着挑战，无失志。互因伫拄着患难艰苦的时，来经历主你圣手的扶持帮助，帮助2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，帮助因的信仰，帮助因的生活，帮助因会当那明白主的真理。主，我们要为着甘美良兄弟，阮教会前的总务干事，伊过去的工作伫教会服侍侍奉，常常载兄弟姊妹出入，伫教会附设的托儿所工作。主，伊的一生离教会遮尔近，伊的一生青春岁月付出伫教会的内面，阮纪念伊，孝念伊。伫教会的服侍侍奉，嘛安慰伊的家后，安慰伊的后生查某囝。嘛上帝，你七起的目屎，嘛互阮伫礼拜二甲丧假做伙来三甲哀伤，互美良兄伊的个别礼拜有主你的阳光。看见主你的荣耀，主你怎样使用一位兄弟伫教会，伫伊的家庭。阮上帝，你甲丧假做伙，甲遗族甲丧假做伙三甲同在。阮上帝帮咱伫家互病房的绝生兄弟兄，主你赏赐伊95年的年日伫这世间。阮上帝，你帮助伊已经决志，成做你的囝儿。主，你听伊，阮将伊的肉体，将伊的灵魂仰望伫主你的手中。愿主你来捏你，照主你的旨意。我要为着阮的教会来同心祈祷，为着今仔日阮要召开中职会，主你是阮帮助。也是阮每一位部长，伫因的事工的顶面来记忆，也要为着阮23号开会员好会，上帝你带领引带阮的好会，会当顺利和平来完成。今仔日的聚会团契聚会，上帝你嘛带领引带，我每一届聚会所参与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得到氧气，嘛伫客友的中间的人脉更加加添。愿上帝你帮助，为着我们要开拓的英语体验班来祈祷，这是阮的社区开始伫语言顶面的事工，透过伫台湾这位来到台湾这位威尔斯这位兄弟伊的教导，阮会当真做传福音的帮助。愿上帝的引带，无论参与的大人囡仔，上帝你拢是阮。为着阮将要开始的社区的健康促进，也是乐龄教室，求上帝帮助，互阮接续会当有福音的经济，也是福音的要素来放伫内面，将福音真做礼物来送予参与未信主的四周围遮来参加的乡亲，愿上帝你帮助，
啊，为着阮的四海读经班咧准备的中间，上帝你嘛陪伴阮的心，互所有兄弟姊妹来继续参加后一期啊的读经班。愿上帝你保守看顾所有伫年假出国出入的人，出入的兄弟，因出入拢平安。阮献上祈祷，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时阵，咱要来行平安礼。咱过来吟一摆来，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。咱来吟常用的诗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受事大好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，诚心愿力。三位体甲咱相通，只是到万世代，只是到万世代。阿门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被上帝疼痛圣神，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咱礼拜到这。